年一度 IMEXPO 香港國際汽車博覽，由12月11號去到14號喺亞博舉行。今年活動嘅焦點咧就係聯乘咗 TAS 東京改裝車展香港站一齊舉行，集新車展示、港日改裝文化交流於一身。大會就表示，今屆咧吸引咗80個品牌參與，合共展出超過180部新車，同埋 JDM 日本改裝車，亦有好多罕有嘅珍藏超跑同埋古董車添啊！東京改裝車展嘅香港展區展出咗唔少日本改裝品牌嘅示範車，佢哋嘅老闆同埋代言人都有出席活動。場內展出咗多部專程由日本運過嚟香港展出嘅 JDM 改裝車，同場亦都展出 Liberty Walk 同本地潮流品牌 Bape 嘅跨界合作企劃，以品牌標誌性嘅迷彩塗裝呈現喺法拉利458同埋林寶堅尼 Hurricane。Pop Race 就展出碩果僅存、消失近35年嘅1982年萬事得254i 勒芒24小時耐力賽戰車，採用大量碳纖物料車身嘅 Skyline Hakosuka Carbon， 亦都係場中最受矚目嘅改裝車之一。現場都有大量嘅紀念品車仔 T 精品去發售，有好多人排隊搶購。現場節目一樣都好精彩，包括人氣東京改裝車展、官方形象代言組合2026 A-Class 表演，以唱歌跳舞展現改裝文化嘅活力。香港人氣集團展出咗2款極罕超跑 Mercedes AMG One 係一款限量生產嘅插電式混合動力超級跑車，一共只係生產咗275部。而法拉利公司創辦人因咗法拉利名字命名 Ferrari Enzo， 拍賣價高達500萬美金。除咗 JDM 之外，現場都有展出好多 classic 嘅歐洲車。再一齊睇一睇本地最新嘅電動車款，吉利推出咗新版 EX5 Max Plus SUV， 亦展出咗增程混能版本嘅 Starray EMI 同 EX2 迷你 SUV。廣汽 ION 展出咗近期非常熱門嘅改裝版 ION UT。稍後我哋 Unwire 都會有更加詳細嘅報導，大家記住留意啦。Leapmotor B10係一款全新嘅小型純電 SUV。最大馬力218匹，預計出年較後嘅時間會喺香港登場。獲得2026年度國際雙型車獎項嘅 Kia PV5， 提供貨車同埋客車選擇，貨車版將會提供2座或者係5座嘅選擇。香港代理引入由萬事得同埋長安汽車合作開發嘅純電動萬事得6E， 標誌性 So Red 紅色，巨型發光鬼面罩同埋流線嘅外形，可以話係相當吸引。50 Darian EV 係一款中型豪華7座 MPV， 強調空間舒適性、現代科技同埋高效能，主攻家庭客戶。吉祥汽車 JY Air 係一款中型純電動轎車，採用簡約主義嘅航空美學設計，強調5星級嘅安全標準，以高性能、長續航同埋先進智能科技為特色嘅 Zeekr 007 GT Shooting Brake 喺現場都有好多人圍觀。